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初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蔡英文今年的国庆演说态度较保守，强调加强咱的自我韧性，嘛呼吁中国做伙找出和平共处的方式。今日是双十连假上尾天，国道5号今日有塞车情形，预估会塞到暗时8点过。日本明仔载开放自由行，日本政府无强制爱挂催安，济饭店业者拢讲已经准备好势。今仔日是双十节，济表演甲仪式是自早起就闹热到今。当年的重点之一就是总统的演说，会当显示讲咱未来台湾要行方向。今日总统蔡英文是强调讲，伊出的任期当中会坚定4个坚持、4大韧性，让台湾的民主、产业甲国际地位发展甲更较顺利、更较稳定。另外，总统嘛一直批评中国，讲中国是小想要消灭咱的主权，强调讲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1831年双十国庆，面对后疫情时代甲台海局势紧张，总统蔡英文以互世界一个更较好的台湾、言论自主、言论国家为主题发表演说。10月13，边境管制特别放零。蔡英文头一摆讲到，伫疫情中逆势前进，算是刷落来任期，要徛稳4个坚持，更加爱有4大韧性。经济产业在社会安全网，在民主自由体制，在国防战力，打造更精实的4大韧性。民主韧性，更加是守护台湾的关键。要互自由民主体制加做全面共识，尤其面对境外势力的渗透甲意图破坏，蔡英文认为要继续争取国际支持。国际社会非常清楚，维护台湾的安全就是维护区域稳定跟民主价值。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的挫败。恢复合作要提升国防战力，除了国际国难国主，更加要强化全民防卫意识。演说后半段将重点放伫两岸局势。蔡英文批评中国最近想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的作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我要呼吁北京当局，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的选项。唯有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坚持，才是重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蔡英文再次表示，在理性平等甲互相尊重之下，愿意甲北京找出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最后是以更较好的台湾献予世界作为结语，强调大声讲出我是台湾人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荣耀。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总统国庆的单位是加强咱自我的韧性为主，嘛强调讲要甲中国找出和平共处的方式。这款讲法甲去年4项坚持比起来是保守真多。有学者就分析讲，今年8月中国伟大军演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真有可能就是今年演说变较保守的原因。不过，中国外交部今日是个对台海局势发言，讲情势变甲这么紧张，拢是因为民进党坚持独立的立场所造成的。总统蔡英文国庆文告，即摆以韧性为主题，要打造经济产业等，同时提出期待两岸边境解封了后，会当豆豆恢复两岸人民之间的健康交流，进一步舒缓台海紧张的情势，引起关注。学者分析，今年演说较聚焦内政议题，各向国际社会重视台湾立场，延续一贯基调。整体来讲，比去年采取修饰，立场明显。比去年比较少一些刺激性的话，我给他的这个今年的评价就站稳脚步向前行。内政优于对外，包括对大陆，守势大于攻势。美国蔡总统过去针对两岸单位，在第2任期开始，呼吁两岸共同讨论和平相处之道。2021年，因为习近平淡出一国两制方案，蔡英文以4个坚持，呼应两岸互相无附属，态度强硬。2022年是淡出找找双方会当接受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经过8月伟大军演了后，用演说各向中国放出善意。台湾已经伸出了这样橄榄枝，也表明了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立场。那接下来，其实北京应该要去思考，在疫情之后，怎么样跟台湾恢复所谓健康
有序的正常交流。当前台海出现紧张局势，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结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根基。中国外交部回应蔡总统国庆大会，表示台海问题根本原因是台湾政府谋求独立，再次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未当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国台办到这个进程也未发布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双十大会表演实在是真精彩，头先是由摕到国内美奖的巴格朗团队甲董事长乐团开场，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的演出是整齐典型气势。日本京都的剧歌校今年嘛受到邀请来台湾表演，那跳舞那演奏乐器实在是足厉害。上下尾由空中的雷虎特技小组冲场喷彩烟，双十大会随开收煞。双十大会表演由台东马兰社部落的张进兴，用以温柔佮有力的声音，以阿美族古调来开场。然后，佮有第二代马兰金唱队和董事长乐团等等的团体共同演出，唱出台湾的各种声音和力量。有希望，梦想就会伟大。虽然国军联合乐队和三军机队整齐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今年正特别的是，三军机队伫咧无音乐伴奏当中来表演唱法，透过顿唱、站脚步等等的方式发出声音，也同款真有气势。今年一个提高难度，全体机队做出难度正悬的倒手超前的动作。请给予一队弟兄热烈的掌声鼓励。这届大会的焦点之一，就是咱国家己研发的空军用鹰高教机，头一届飞过总统府面顶，然后也搁3架2台 F5，以3台战机来编队通过管理台，代表4代传承的意义。另外，伫咧主题表演这部分，先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5架阿帕奇直升机，以大间队形空中分列式对总统府面顶飞过。请大家为我们的飞行员及机队掌声鼓励。过来就是大家拢正期待的，是互人叫做感觉是恶魔的日本京都剧高等学校吹奏部，因整齐又个充满活力的表演，加上多变化的队形，互大家看甲是非常配合。因这届伫咱上实的表演主题是台日友情50周年，活力满满，梦想满满。另外，空军雷虎小组 AT-39联机编队用大间队形飞过管理台，佮放出红白蓝3色的美丽彩烟，互咱的双十大会圆满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双十连假上尾天，明仔载就要上班啊。9月5号今日是有塞车情形，伊会塞到暗时8点。这个国庆的连假是侪景点人拢是叉。亲像南投的中兴新村的地博会，3天都有15万人次去参观。也若是新改建，互人形容是讲全台湾上界水的市场，新化果菜市场。连假期间上侪是1天都有12000人。民众坐伫第10体验异国的地文化，离地的地业展售区更加是人客真多。南投地博会开幕第3天，来自各地民众来到南投中兴新村，就是要来啉茶赏茶。很好啦，大人小孩都可以来散步，是可以喝到很多种茶，这样子让民众都可以体验到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茶的泡起来的味道。南投县府表示，去年因为疫情，地博会来停办，即阵恢复举办，规模扩大，加上还有巧克力甲咖啡，3天已经超过15万人次来造访。另外，伫南台湾的台南新化，9月这拄落成的新化果菜市场，也正做旅游的接热点。人气流通非常好，动线也很好。那昨天呢，人特别多，昨天大概有12000多人。
国庆连续假期，各地观光的人真多。伫休假一天，真侪人要转去厝。伫交通方面，代替花东线发力由里到富里，因为地东中段必须爱搬2班车才有法度到台东。为了疏运民众甲游客，台东县府启动接送有药服务，717营运，接送民众对游里车站来回台东转运站。为什么要这样子绕南部一大圈过来？因为铁路不通啊。从北往南呢，是从玉里开始搭，那一直搭到您的家里面。那再从台东方面呢，是从台东转运站出发到玉里火车站。台东县府表示，这项服务会在10时正式来启动，乘客在2天前必须完成有约，用介绍强制方式解决搬车的无方便甲时间。另外，国道的部分，高公局表示，70交通量是105百万车公里。早起开始，各个北向宜兰到头城路段已经出现车真多情形，有讲要到暗时8点，车流才慢慢来疏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疫情的消息，今日国内是增加32068个新冠本土病例，有57个人染病死亡。自从今年中疫情大爆发了后，咱台湾的新冠确诊率甲死亡率都是一直互人提出来甲国际比较。不过，大国回报甲调查的方式无同，是直接摕来比是真无可能。不过，上届实在是有医师来提醒大家，年假过后疫情是真有可能会阁升悬，大家防疫都爱做好好势。年假最后一天，国内新冠本土确诊个案数来到32068例，比前一天减少27.9%，比顶礼拜一下降3.9%。另外，新增加57例死亡，加133例中重症个案，其中一个8岁查某囡仔是第4位重症的个案。8月30确诊，9月20出现发烧、目睭红这症状，9月20就医怀疑是 MERS-C， 收治伫个加护病房。住院后检查有血压偏低、心包膜积水及冠状动脉发炎，给予免疫球蛋白及类固醇等药物治疗后，病况改善。9月30转出加护病房，已于10月5号出院。有媒体引用 Our World in Data 网站的统计，台湾7天内底平均每天确诊死亡44人，排名世界第7。若是以每100万人平均死亡数来看，台湾是1.84人，敢若比多米尼加甲香港较低。有医师认为，数字本身有无同的解读方式，有当时也无一定会再正确来反映真实。这每100万人真的都是所谓的染疫者嘛？所以应该是要抓住说，我大概是有多少的染疫者里面，那中间产生了多少的重症，多少的重症里面再产生多少的死亡，这种比较才是一个比较专业、比较精确的一个方式啊。根据国防中心应用卫福部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开数字所做全球疫情的地图，台湾7天平均确诊数70的排名是全球第3，敢若输德国甲法国。另外，确诊案例伫年假过了后，是毋是升悬？相关医师有估有机会挖近6万，也认为讲随着选举造势活动的增加，有提悬疫情升悬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10月13日就是一礼拜4，就要开放入境零加7，唔免隔离。迄天就随有一团泰国团的入境，观光业者是真欢喜，讲总算是有生意通好做啊。不过即阵是逐礼拜开放上侪15万人次入境，业者就评估讲，生意爱等到入境人数搁再放零，才会明显变好。业者伫外国的旅游展览，大力推销台湾的旅游。甚至家己开钱拍宣传片，受到疫情的影响，台湾边境已经封起来2年多。即马入境隔离零加7的政策13就要实施，有业者甲泰国当地旅行社来合作，13迄天就会有头一个旅行团来台湾佚佗。我们开放之前呢，就已经我们相关的部会，包括我们交通部观光局，还有带领我们业者呢，还有我们自己业者，也有自发性的到海外去做一些推广。台湾为8月开始，有部分的旅游业者来探路，而且嘛有咧讨论促销的方案。因为台湾的团客主要是为亚洲国家来的，而且以中国占上济，过来是日本甲韩国。目前中国也未解禁，加上咱国入境人数的限制，今年恐惊敢若会当恢复到2019年1100多万观光人次的2成左右。大陆跟台湾的这个对飞的航班其实也没有转变呐，所以大陆客减少了以后，你要用其他国家的这个观光客来把它补到，当然是不可能啦。全球观光预估会当伫2024年全面恢复，不过最近这几年通货膨胀，机票价格因为成本提悬变较贵。学者认为讲，解禁的初期，民众因为关了伤久，所以需求会较大。第二代影响也看袂出来，不过状况若是持续落去，恐惊会冲击明年甲后年观光的人数。
影响最重的应该会在2024，也就是说，当你全面恢复的时候，它就会回到消费者阻碍很重要一个叫成本因素，也就是他的感受体验价值是够的时候，他才会愿意来。就算旅游成本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不过通会碰到等等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业者甲学者要是对观光的人次抱乐观的态度，学者建议政府加强行销的力头，针对无同市场来提供无同款的方式，进一步减少因为成本和消费者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青批杜丁是外来种，伫咧台湾本岛是已经脱生甲控制袂调。敢若屏东队去年到今就接到29000件掠青批杜丁的通报。更较含的是，即阵外岛的小琉球竟然嘛有民众发现青批杜丁，而且是看到因收水对海波上花。更较惊人的是，有唱水的民众伫咧水底12深的所在翕到青批杜丁对咧唱水。唱水客比手势爱点遐人往头前一个长长的身影伫海底咧游，详细一看，竟然是一只青杜丁，藏伫水深大约8至10米的海底。海局发现伊也被开，这个海林块的画面就出现伫屏东小琉球附近海峡。那只绿鬣蜥是跑到我们的船上，船边，然后我们的那个船员就把它赶走，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从水面直接游下来，然后游到我们整个团队的旁边。青杜丁过去伫台湾本岛危害严重，敢若屏东去年到即马都有约29000件通报，掠拢掠袂完。去年初起，小琉球更较是陆续传出有青杜丁出现伫民家，也是游泳上岸。2年通报8件，屏东农业处高工表示，家全拢是为东港收过去的。它整个就是集中东港溪后到出海口，出海口后就到小琉球。其实我们东港沿岸也都已经有绿鬣蜥的分布了。专家甲学者拢表示，青杜丁真济生活伫河口，方便入水逃走，而且因会当避开半点钟以上，唱水游泳对因来讲是真简单。我们之前就很担心那个绿鬣蜥跑到几条大河里面那只要一下大雨，它就会跑到海里面，透过那个海路扩散。学者表示，青杜丁袂伫海底找食，会出现伫海底，往往是拍着惊，也是潜沙扩散。另外，专家认为，小琉球面积无大，加上岛上无水库等水源会当拖生，生存空间有限，敢会造成生态危害，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双13天连假是济人出去佚佗，不过嘛传出济意外。台东是有民众爬山摔着伤，有人是高山症发作，靠空气直升机救落山。台中迄边是有人卡落着，救援人员规路辛苦甲爱落山。也若是屏东的马家乡牛角湾溪是有人渡水死亡。双十连假3天，有真侪民众去山顶或者是海峡做休闲活动，空气直升机出勤的频率嘛增加。台东县有一个60岁查甫人，去爬南一段关山到海路南山之间，无细日跋倒着伤，车到由直升机再去高雄送病院。另外，小关山嘛有登山协作员发生高山症，车闸由直升机协助送去病院。用力撑没关系，还能行动。除了空中地面的搜救人员无用气气，台中市车到下晡，有一个66岁查甫人，伫咧普京加山步道进行的时阵，正脚无细日去崴着，国管甲和平消防分队7个搜救人员轮流甲伊爱落山，到第4较病的所在了后，改用搬运椅来运送，尾啊伊是家己去看医生。2分要收了，来，好，可以，这样可以，好，来往前走。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车到下晡有渡水的事故，一个37岁查甫人去互消防人员救起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护士伫咧岸边做 CPR， 了后又救护车送病院急救，不过尾手也是救无倒来。据民众表示，有1名民众于瀑布下方溺水，立即着潜水装备实施救援。163洞时顺利救出患者1名，立即实施急救。搜救人员伫咧连假是无用汽车，各地消防局呼吁民众若是要去爬山或者是做水下活动的时阵，一定要准备好相关的装备甲器材，嘛要注意环境甲天气的变化，来依护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太空港音乐艺术嘉年华票是真贵，不过也是贵的袂了了。新北市有一个民众伫咧面册是真无简单，买着7张票，已经纳2万块去，甚至嘛已经领着票啊。不过，伊到现场才发现讲，这款票已经被买伊的人取消去，发现讲去防诈骗，目前已经甲警方报案。
一出场就唱歌跳舞，场面马上烧热起来。南韩女明星泫雅喊你来台湾开唱，太空港音乐艺术嘉年华头一天伊需要登场，为了要看戏爱明星，有民众真无简单才买到票，真欢喜去现场，只要伊的期待就是来入坑。我朋友是去10月8号的，就是进去然后被挡，然后说什么你这张已经被信用卡刷退了。我原本是10月10号，就是今天，但是就是因为不能去啦，然后就算了。歌手的阵容真吸引人，也予太空港音乐节票真歹买。女小姐有时上面找社团，找到有网友用原来介绍甲票扭出来，有时甲朋友斗阵，总共买7张，付将近2万块。买啊，这票拢袂用，回头问这个买人，早互对方来封锁，完全来失去联络。整个人就消失，就是没办法联络。然后他提供的手机号码也是关机。若控诉对方诈骗，女小姐要真侪基本，明明摕到实体票，顶头要有浮水印，为安怎袂用用咧？就算票互退掉，当时应该回收回去，退票机制是倒位出问题咧？可能就跟银行提出消费争议，说我没有消费，我忘记消费，我要驳回。那到如果银行判断了要吊扣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已经刷退给消费者了，那这个票就一定要被注销了，因为它实际上就是没有付款。卢小姐已经报案，不过除了伊以外，陆续有4位民众受害，假假网络拍卖诈骗有关系。今年前4月，刑事局已经接到报案超过4000件。社群平台里面的社团做交易购物，然后所以是私下交易这种是没有保障的。国内防疫政策慢慢放松，举办的演唱会愈来愈多，只是网络买票含真多，诈骗手法是百种，真正互民众防不胜防。警方也正提醒，选择正规的通路来买票，避免受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日本明仔载正式开放自由行。去佚佗的时阵，敢若挂嘴暗，日本政府是无强制规定，不过也是有呼吁讲去人侪所在、甲侪大众交通工具的时阵，上好都爱挂咧。而且有一寡旅馆业者是有规定讲，入去游客入去室内都爱挂嘴暗，提醒大家都爱配合，安尼才会当算较欢喜，算较安心。当家这间民宿提供传统的浸温泉设施，也有舒适优雅的先锋服饰。祖孙3代经营70多年，受到真侪想要来体验日本文化游客介意。在疫情爆发之前，这89成的人客拢来自海外，不过过去2年多来，受到疫情的拖累，生理真凄惨。まずコロナになりまして、沢の屋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た個人のお客様が一切も日本に入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ので、今までいたお客様というのはもうほぼゼロの状態になりましたので。头家讲，在这个无人来的日子，因只会当暂时转型，提供在地居民 SPA 甲晚期办公的空间。也不过比起2020年4月边境关起来进前，收入是少1倍以上，真无简单。等到疫情转好，自去年9月起，日本政府陆续放令边境防疫管制，搁要伫10月正式开放自由行，业者总算看到希望。也不过经过疫情的冲击，外国游客重返日本的时阵，也要注意入境随俗，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ただこれから来る方たちがそう同じようにしてくれるかどうかは確かにまだ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れども、ただ一応館内ではマスクはお願いするつもりでおります。And I hope that people can come here and be respectful about the measures that Japan are putting on in, whether it seems like the right measure to us or not. We have to respect it and do what they say. 日本政府建议民众伫户外人济，甲近期伫讲话时阵挂嘴暗。另外，正伫旅馆、饭店敢爱挂嘴暗，会当由业者家己决定。提醒到日本旅游的人，上好伫咧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甲正伫餐饮甲旅馆设施的时阵挂嘴暗，以免引起别人的反感。佚佗起来，业者会当更较欢喜。公司新闻张回应朋友。北韩暂时搁向日本海射2粒飞弹，这已经是这2礼拜以来第7届射飞弹啊。北韩的官方媒体阁报道讲，这7届射飞弹拢是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去视察的核武部队因举办的演习，目的就是要展现军力和美韩联合军演。北韩伫7月的透早1点外，向日本海发射2粒飞弹，是过去2礼拜第7届发射飞弹，和日本真不满，一个1届向北韓抗議。落下したのは北朝鮮半島東側の日本海であり、いずれも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外と推定されます。SLBM の可能性含め、
断種等についても現在分析中でございます。因为7日是北韩劳动党成立77天的日子，外国媒体韩联社认为，车架的飞弹有可能是咧宣示金正恩的政绩。北韩官部劳动新闻这2礼拜在发射飞弹了后，拢甲过去无共无报道。7日宣布加真大，表示最近7届发射飞弹拢是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去视察，而且指导核武部队用模拟发射核弹头的核战术演习，要应对美韩联合军演。报道内底，佮看真济金正恩看到天顶比着手势咧指导战术的相片。调动社嘛补充，过去2礼拜发射飞弹，目标是甲敌人的机场甲重要的港口看作是攻击的对象，强烈传达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想法。佮报道金正恩讲，甲敌人无啥物通讲的，嘛无需要会谈。另外，为报道内底嘛会当看到，北韩捌伫7月出动差不多150只的战机，做大规模的空袭训练。南韩佮为此紧急升空 F-35A 的运行战机来应对。韩联社嘛伫7日报道，军方证实这个消息，不过迄一天并无对外公布，因为北韩迄一天拢伫南韩制定的特别监视线以北的北韩领空进行训练，比起7日动员12只战机做示威的编队飞行，佮加10倍，是真罕咧看到的代志。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罗西亚连接克里米亚半岛的克赤桥，顶礼拜六是熊熊爆炸。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直接点名讲是乌克兰做的，未讲乌克兰做出恐怖主义的行为。乌克兰目前是无承认，嘛无否认讲爆炸案是因出手的。不过今日下晡，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附近说是起互飞弹攻击，至少是有8人死亡，24个人受伤。乌克兰就认为讲这是罗西亚的报复。消防车甲救护车的声音，伫个基辅的街路上一直响起，也是清楚听到摄影记者一直走了后传的声音。互飞弹拍到的所在，位伫个基辅市区的弗拉基米尔斯卡亚街。身为乌克兰情报机构中枢的国家安全局 SBU 总部就伫附近。甲开战初期无共的是，即摆遭到攻击的所在，更加瓦近基辅市中心。就伫事发的2天前，连接克里米亚甲俄罗斯本土的跨海大桥，也叫做是克恰大桥的重要桥梁，发生真假全球的爆炸事件。根据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这阵调查的重点之一是首先爆炸大卡车，伫开入大桥进前，4个联络6点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乌克兰政府到这阵为止也无公开来承认，也是否认干涉这个代志。不过乌克兰整理部就明确来解释，国家安全委员会 SBU 已经间接证实幕后策动爆炸。另外，政府高层有关单位的反应也充满天朝甲威胁的言辞。亲像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事发了后推文指出，这真正是一个美丽好天的日子。乌克兰国家邮政总局是伫爆炸案了几点钟，就推出庆祝炸掉克里米亚大桥的纪念邮票。基于以上种种这理由，俄罗斯认定乌克兰政府就是爆炸案主谋。Сомнений нет, это теракт, направленный на разрушени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верно. И авторы, исполнители, заказчики спецслужбы Украины. 而这甲车站基辅市区的 SBU 总部附近遭到飞弹攻击，有什么关联也有待查证。另外，等待查证的是大桥爆炸案隔天的青稿，俄罗斯甲乌克兰两军对立的扎波罗热市区炮击甲多空火箭这攻击，造成至少10多人死亡。俄罗斯甲乌克兰拢指控对方来攻击民众，双方一边讲一款。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西非国家甘比亚最近竟然是有66个囡仔啉印度一间药厂制造的止咳咳嗽甲感冒的糖浆了后，急性腰子衰竭死亡。查落发现讲，这款药竟然是有过量的有毒的物质。世界卫生组织是认为讲，这款药可能已经流向其他国家，经过各国都要赶紧清查，赶紧落架。点点提到后生同齐翕的相片，西非甘比亚这位爸爸安怎嘛想袂到，伊这有2岁囡仔，只是啉感冒糖浆了后，就急性腰子衰竭死亡。We did a lot of tests there, series of tests and dialysis. After 2 weeks, then he passed away. 过去去讲话，甘比亚国内一直发生囡仔啉印度一间药厂制造的止嗽甲感冒糖浆了后，发生急性腰子衰竭死亡案例。目前为止，已经有66名囡仔死亡。Wantitan lama because hanga moom xale moom du dee jóge si feebar always dañ dee feebar te soo waxee comme garab boo xamante ne dafa affect xale bi moom foog mu yóbbu sa fit bay rey.
数十名囡仔第二来死亡，甘比亚政府甲世界卫生组织 WHO 紧急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这间药厂相关药品的有毒物质超标。WHO has today issued a medical product alert for 4 contaminated medicines identified in the Gambia that have been potentially linked with acute kidney injuries and 66 deaths among children. 甘比亚当局已经派人一家一户收回有问题药品。WHO 也警告，这寡紫苏甲感冒糖浆可能已经流通到其他国家，建议各国赶紧回收。印度政府找来回应，已经对这间药厂相关药品进行检验，若有问题会严厉处罚。咱国卫福部指出，无进口相关药品对台湾应该无影响。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泰国东北部一间幼儿园顶礼拜是发生粗残的枪杀案，有20几个囡仔不幸死亡。现场为一个完全无受伤的3岁查某囡仔，凶手咧犯案的时阵，伊是拄好伫咧边仔甲困甲正路面，好运逃过死劫。事后，伊阁问伊的亲人讲，奇怪，伊的囡仔破哪会无做伙下课，听着是真心酸。一个3岁查某囡仔艾米，就是伫咧托儿所屠杀现场，唯一一个无受伤平安倒来囡仔。伊认认的目睭，天真的笑容，也毋知影家己经过偌济恐怖的时刻。找到当堂退休的警察卡姆拉布炸刀炸枪，下晡困觉的时阵走入去托儿所，大开杀戒的时阵，艾米伫毯仔底困甲真落眠，并无惊吓甲乌白咧叮当，可能真做伊平安活落来关键。ที่ว่าเด็กนอนที่เสานี้ที่ว่าอยู่โรงเรียนนะมันไม่น่าจะใช่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มีในความเชื่อของแม่นะมันกับว่ามีอะไรปิดหูปิดตาเด็กไว้อะในความเชื่อนะแต่ทุกคนก็ความเชื่อ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าะแต่เราก็รู้ว่าของรักษาลูกเราอะ凶手杀害22个囡仔内底，有11个人死伫艾米咧困的教室。艾米上好的囡仔伴太亲，甲因老师拢不幸过往。凶手离开了后，有人发现艾米伫教室内底，还佫伫叮当，赶紧用毯仔甲伊的头包咧，甲伊带离开教室，无互伊看到案发现场真恐怖的情形。代志发生了后，艾米还佫真天真问伊阿嬷，是安怎无接伊的囡仔伴做伙下课？因厝内干那会当甲伊讲，老师甲太亲拢已经过往，不过伊也毋知影其他的同学拢已经无伫哩啊。มันแน่นในอก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ก็เห็นลูกคนอื่นใช่ไหมครอบครัวคนอื่นเรามองแล้วเราก็ตื้นตันนะเราไปเยี่ยมเราก็ตกใจตื้นตันแล้วก็เสียใจแทนเขาแต่พอมองมาหาเราเราก็ดีใจเราก็มีทั้งความดีใจทั้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ใจกับเพื่อน找到亲戚朋友组织伫艾米因兜，替伊举行祈福仪式，用白色的棉线绑伫伊的手的，念经祈祷。伫这个关系真亲密的社区内底，艾米有平安活落来，是这场悲剧内底唯一一个安慰。迄天托儿所嘛替罹难者举办佛教法会，来对倒的人嘛炸白色的花裤，还佫有礼物，希望罹难者会当好好行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咱国内消息，今年国庆，永英高教机是做领队，带领2架 F5战机编队冲过总统府的天顶。其中一架 F5的机身搁插迷彩图样，尾时搁有插假想敌中队的队徽，向历史致敬。这款永英高教机是国机国造重要的成品，预计2024年45架会总完成。未来对接 F5战机的任务，继续栽培优秀的飞官。现任的省委空中经过，永英高教机担任领队，带领1号机、3号机的 F5战机，编队冲过总统府的空隙，嘛是双十大典的重点，上顶传承。其中一架 F5的飞行机，还佫特别插做迷彩的，尾时还佫插台版塔港，已经加入历史的假想敌中队的队徽，致敬的意味是真高。空军46中队，罗马甲合作假想敌中队，1970年代由驻台美军引进台湾。嘛是培育空军飞行员的所在，驻地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主要负责使 F5，担任假想敌，模拟中国军机、美国机部队，进行敌方战术战法研究甲反制。高难度的隔空炸射，嘛是演练的科目之一。那时候跟我们的教官一起升空拦截，很快的就我们的大速、最高速、快速的去拦截 TU-95，地面的管制官也就引导我们快速的接近，然后拦截。俄罗斯的飞行员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民国空军的飞行员拦截他们就是不避免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不过，即马中国军机战机升级，国军 F5的性能对袂到新一代战机，飞官嘛去美国受训，学新的知识甲技术，由花莲空军基地第17作战队处在46中队的工课，甲假想敌的任务接落来。
和46中队伫2012年裁掉。也让蔡总统任内推动国际国造，响应国教机是重要的成绩单。按算2024年完成45架，全部交会。海外 F5战机要来退守保育会馆的任务。另外，国军上强的战斗直升机坦克杀手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嘛投入详细的参演。5架阿帕奇呈现影的队形，飞过总统府，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中华民国空军广播，我与台湾在空域高度6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所以一进入我的地区，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夺离。中国持续扰乱台湾，压缩咱国空防反应的时间。中国军机车闸进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空军用广播驱离。记者综合报道。蔡总统国庆的单位向国际发声，讲半导体制造业伫咧台湾毋是风险，是关键，会协助全世界重整半导体供应链。而且蔡总统嘛强调讲，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的贡献真大，希望大家莫有犹豫。蔡英文总统今年伫国庆谈话中强调，打造连胜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产业的转型，并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继续推进6大核心战略产业。更加要向国际强调，半导体制造业聚焦台湾，袂是风险，是关键的锁匙。我们会持续维持台湾在半导体尖端制造的优势和能量，同时也会协助全球在半导体供应链重整上进行最佳的配置。让护国神山的全球地位更形重要。副副人士表示，蔡总统头一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重组向国际传达清楚的信息，或者指出，美中高度竞争，台海局势紧张，美国烦恼来接电，若互北京强处，恐惊对美国不利。台湾半导体产业伫全球供应链扮演关键地位，无应该互看作是问题。我觉得那是一个双面刃，它可以保护台湾，某种程度可能也对台湾产生不利。德国第一电视台采访报道，肯定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优势，这属伫世界袂当无台湾，台湾当咧为家己打造稳雄之盾。外界也烦恼，一旦中国反台，摧毁半导体产业，进一步冲击全球经济。如果两岸真的不幸开战，那对于台湾的台积电，甚至于台湾的晶圆代工产业的话，势必会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知道，台湾的晶圆代工产业的话，占有全世界的市占率高达65个百分点以上。真知影半导体产业的专家表示，国家安全袂当单靠半导体产业来守护，而且两岸一旦爆发战争，毋但台海有代志，附近的日本、南韩也会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府今日早起嘛，伫咧市民广场升旗，市长郭文哲是呼吁政治人物爱尽力，互台湾更加团结。国民党迄边是伫咧中央党部办活动，前总统马英九是批评总统蔡英文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会互两间的关系愈来愈害。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强调是中华民国生日，国民党伫中央党部举办升旗仪式，除了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朱立伦、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以外，前国民党主席吴碧祥、郝龙斌嘛来到位。针对蔡英文不时用台湾国庆日取代中华民国国庆日，马英九表示，安尼做会互两岸的情势更加紧张。去年国庆日，总统又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并且推动台湾国庆日。中华民国不见了，蔡总统这些做法、这些动作，不但不能团结人心，只会刺激大陆恶化两岸情势。党主席朱立伦徛出来挺马英九，强调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必须爱坚持。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赞声，呼吁蔡英文唔通刁工回避中华民国这4字。另外一边，台北市政府伫市民广场举办国庆典礼，市长郭文哲讲，无希望国庆日变成一个台湾分裂的日子。本来国庆日就是一个让全国可以团结凝聚的一个日子。我是很不希望说这个日子，你知道，变成一个分裂的日子。要出来社会了在一个不同的位置，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你知道让这个台湾是一个更团结、更和谐的社会。到底是中华民国111岁的生日，嘛是台湾国庆日？国民党、民众党除了做伙庆祝，嘛提出家己对国家的想象甲期待。记者麦尚英、林玉凯台北报道。
伫咧欢喜庆祝双十的同时，政治比拼嘛是无停过。台北市长郭文哲甲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都坐伫咧隔壁。郭文哲就讲，伊要拜托宋楚瑜支持黄珊珊。也若是陈市长是伫咧面册发文，讲首都市长的立场甲国安有真大关系，爱甲抵抗威胁。也若是国民党的蒋万安是批评讲，双十节要拄地图样闪掉中华民国意图，要安怎互国人会当团结？双十国庆台北市升旗典礼，台北市长郭文哲带市府团队参加，徛伫咧第一排领唱国歌甲国旗歌。前副市长黄珊珊是以市民的身份参加，徛伫咧后壁。很好啊，因为没有压力，没有时间，就是以前就要排程序嘛，市民就很自由，想怎么做可以。总统府头前的国庆大会活动，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人也受邀请参加，而这两个人就坐伫咧边啊。郭文哲讲，会当开讲真多，也会拜托宋楚瑜带着支持黄珊珊。社会啊，什么叫挑拨离间，什么叫见缝插针？总不能蔡英文总统在上面讲话，我们两个在下面叫头做接着玩。宋主席有提到说他会支持黄珊珊。我跟你讲哦，这叫是老江湖了。哦，就是他最后才会跟你讲。选前倒算，若被升旗伫咧拼场，有待选情。虽然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一早起并无公开行程，不过也伫 FB 发文，伊强调首都是国家意志的象征，首都的市长的立场关系到国安。面对敌人文攻武吓，要勇敢表态，袂用黄暗暗。蒋万安是批评国庆的组队视角毁骗中华民国。如果在国庆日都回避掉中华民国，没有任何相关的意象，是象征出现，我想这个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那要如何来团结国内的民众呢？针对之前提出深圳20个会当换免费坐公车，和郭文哲口说讲，无意外蒋万安的水准差不多就安尼尔。蒋万安除了伫咧现场示范安怎深蹲，也讲迄当阵的状况是伫咧论坛分享国外经验，无想讲说互有心人士扭曲成这是伊的政见，实在毋知要安怎讲才好。记者综合报道。开12亿登起的新竹棒球场，煞是有节缺失，甚至是造成球员受伤。副代助理教授张伟航最近是入去棒球场内底，批评讲球场有关是完全无改善。新竹市府是回应讲，这是有心人士调工批评。国民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林敬仁就认为讲，这楼梯是自7月就讲有问题，到今嘛是同款无改善。民进党的沈慧虹就强调讲，莫为着选举来散布假消息。开12亿中建的新竹棒球场7月底启用，不过煞互发现真侪所在有缺失。市府虽暂停开放，一直整修到今。不过副代助理教授周伟航找到伫人面册铺文，伊去棒球场发现讲，楼梯的手环一个网络，看落是敢若新鲜共款。这个球场整修到今，也是无啥物变化。市长市府回应讲，有心人士为着特定的目的，批评专业的设计，若无尊重专业，相信市民嘛无愿意看到这款的现象。有关球场入口楼梯耐候钢材质，后续将置于表面喷涂涂料，可加速氧化并阻隔表面铁锈，将于10月下旬改善完成。市府解说，球场入口的楼梯是采用耐候钢的材质，伫其他县市的公共设施是真使用嘛真正宽的方式，而且手环也是擦色的，并不是新鲜。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敬仁就批评讲，楼梯材质的问题，从7月份就一直有人反映，市府却一直无改善。市府针对新竹棒球场问题改善，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耐候钢的楼梯却一直没有去检讨改进。若是现在的市府不做，就让林甘人来做。希望有人不要为了选举的一个语言，去在网络上贴这样不实的一个消息跟谣言，去混淆视听，赚取网络的一个声量。沈慧虹强调讲，棒球场相关改善的进度，拢伫咧网站顶管有公开。这款选举的手路实在是真无妥当。嘛批评高虹安合体带动市长罗秀燕，讲国菜市场的清刷案，敢若是政治利益结合的一场表演。针对这点，高虹安竞选总部回应讲，重大建设的推动，爱尽量参考其他县市的经验，特别像新竹棒球场同款，起好了后才发现需要修理这修理迄，若讨这资源嘛无采钱。记者综合报道。
2022国庆宴会晚会伫咧嘉义故宫南园起鼓，要暗暝6点半的时阵是由音乐光调水舞秀开场。因暗上爱放期待，就是8点的高空烟火秀，阁有无人机排列的展演。不过上新的消息是，因为现场的风伤过头，无人机的表演已经取消。规片乌麻麻的水面舞出水跳，加上五彩灯光，看起来是真优美，够气势。2022国庆宴会晚会伫咧嘉义故宫南园起鼓，由音乐光调水舞秀来开场。8点开始有26000粒的烟火会笑光夜空，互人是真期待。也若是主办单位嘛规划国庆宴会市啊，有不少游客是甲会场客甲十通通。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今年国庆大会是推出国家语言的口语翻译服务。另外，伫咧国庆大会顶悬，为着强调全民风华精神，嘛邀请南部的宋江市镇的金狮镇甲白河镇。表演者是对7、8岁到正100岁拢有，展现台湾民间传统武术的文化。大会主席游锡堃院长，对为助理游锡堃院长，会书人总统。会书院总统。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今年国庆大会特别提供国家语言口译服务。另外，台语台嘛特别到现场转播，用台语授解国庆大会重点，访谈表演嘉宾。人讲哦，这个外行是对人买，内行是看布袋。啊，今仔日的邀请到咱黄宝灿理事长来到现场吼，你来到这个所在，我要甲你问一下详细安尼来。主持人访问的就是伫国庆大会顶悬表演舞阵的台南顶头，今仔带西仔西会场，白河仙师甲东主小人，过来对少年人伫咧互相比拳过招，因是南部宋江市镇内底的金狮镇甲白河镇。民间的种即个武术吼，伊就是安一团一团，已经传过来8档啊哦，嘛是以后搁往下咧传承，伊这一代传一代，乡口有教的时阵较有咧练，啊，就是就这物件，3档一届搁练，啊传互少年，少年搁一代传承。这届舞阵的表演安排，表演者为7、8岁的囡仔到正100岁的老师傅。今年99岁的武阵师傅和国招到担也个真勇敢，听到会使来国庆大会表演，伊是感觉非常欢喜。国庆的时，会当来国光一摆，发扬国粹新的上段，热烈来参与啊，感觉非常的荣幸。这届国庆大会邀请武阵表演，是希望强调全民防卫的重要。武阵团表示，连中国迄边拢有人要来学，希望少年人会当继续把这的武术传承落去。记者林世豪、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照顾视大目睭的健康，南投集集的8张社区是免费替视大做检查，阁有善心的企业赞助上新的机器，互大家唔免点药水，会当减少无爽快感觉，实在是真担心。那住伫偏乡地界，身体各样要走一撮医生馆是有影无遐利便。南投关干公司工会特别来到集集卫生所，要为8张社区的长辈做免费简单体检。除了检查目睭，看敢有退化、白内障、青光眼，也是其他的疾病，搁免另外点检查药水，会当减少看目睭时的无爽快。今天卫生所特地来社区做一个眼睛的检查，还有那个30秒心电图的检查，让我们一些疾病能够提早找出来，来提早预防、提早治疗。它不用点散瞳剂，只要机器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眼底的一些异常。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方便，而且有益于大家的活动。大部分的长辈因为拢无检查目睭的习惯，常常拢是已经等到看袂清啊，才受到要检查。就安尼，干公司工会才特别办免费目睭体检，社区长辈拢感觉真大心。感觉真好，对阮遮的老人百姓拢真好，免钱的咩，都阮检查身体啊，都爱互人再去别乡镇，因为阮直接小沙才较无好检查。因有这善心企业赞助这检查机器，替这社区视大检查目睭，免搁搬车走去大都市挂号等医生，望会当提早发现病症，提早治疗，为长辈目睭健康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嘉义有社区为着互视大脚头壳动筋骨，安排趣味的游戏，互老大人分组比赛，大家是拢算甲真欢喜。
甲队伍排好好，各分好队友。阿公阿嬷要做伙来耍游戏，即届游戏爱甲杯啊用手捏游到底，时代是算甲真欢喜。啊，着靠迄较牛的做伙，哎，背啊带好，安尼视觉安尼才真会起来。比赛当中有小可失误，毋过长辈也是真热情的投入，嘛会互相鼓励。照互员表示，即款活动通训练老大人的骹手，佮有头壳。阮每礼拜每日拢有无休息的活动，啊，今日拄好排着游戏的活动，啊，即个游戏是对游戏当中，互长辈家己去了解讲用什么技术，较会当顺利甲水运过，啊，佮会当运较济。因会当手眼协调，啊个跟同伴之间的协调。其实小可一个活动对因来讲拢是足新鲜的。游戏毋但趣味，而且佮有比赛竞争，互老大人拢真认真咧耍。透过两人一组的活动，因也通增加和别人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的流行音乐、电视剧甲电影，伫咧台湾已经流行几60档啊，后来嘛渐渐流行到全世界。最近英国伦敦的 VA 博物馆是推出韩国流行文化展览，有展出韩国明星表演的服装、戏剧的道具，甚至阁有搭电影的场景，咱做伙来参观。这条全世界唱甲抓袂掉的歌《Gangnam Style》，会当讲是韩国流行歌曲打开全球市场的开始。所以，这摆伫英国伦敦 Victoria and Albert 博物馆举办的韩流展览，行入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首歌的 MV 画面。佮特别展出歌手赛伫唱这条歌的时所穿的非常有代表性的粉红仔式的西装。另外，嘛会当看到参像 Super Junior、BigBang 甲其他韩国真出名的爱豆团体表演的时所穿的服装。有伫对韩国爱豆团体的人拢知影，伫举办演唱会的时，一定要举一种应援的手灯。即摆的展览就收集各种的应援手灯，佮有即马上红的 BTS 红蛋少年团的歌迷所做的应援看板，展示韩国流行音乐文化的特色。现场嘛有设一个互动区，参观的民众会当甲你介意的爱豆透过电视互动的荧幕斗阵跳舞，非常趣味。除了流行音乐以外，韩国的电视剧甲电影嘛伫全世界拢非常受到欢迎。即摆的展览当中，毋但有韩国古装戏内面看到的传统汉服，嘛有现代的戏服，参像即几领，大家一看就足面熟的，就是遮拄摕到美国艾美奖大奖的电视剧《游戏》内面的服装。当然，敢若有戏服是无够看。即摆展览上特别的部分，就是甲电影《镜线上流》内面，互观众印象上深的迄间便所，伫展览场重新做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互参观的人那亲像直接行入去电影内面共款。It's something that will be never done in the future, and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because w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production designer Lee Ha-jun on this occasion, and he has never allowed for his set build to be recreated. 即摆韩流展览总共展出200项各种甲韩国流行文化相关的展览品，民众只要开20块欧元，差不多台票620块，买一张门票，就会当了解韩国的流行文化是安怎演变到即马，变作全世界上主流的流行。记者甘延年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20度到28度，南部地区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19度到26度，外岛地区20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